大家好，我就看你了哈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里欧。这一次在《天字第2号》里面呢，我是担任一个傻不隆咚的演员，3线的一个演员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身份又是 spy， 就是这 spy 哈。好，大家好哈，我是玉芳，在《天字第2号》内底饰演的角色叫做秀萍。秀萍，某。好啊，大陆有一个大陆的经纪人哦，就是小三呐，哈。啊，我跟小三之间，大家都在婆媳过招的尴尬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，我在《天字第2号》里面是饰演陈宁，中国的经纪人。一开始这个故事伊唔知我是失败，就是阴错阳差，慢慢就become啊，几乎了98%，99个镜头都是视讯。其实演技上面，我觉得他很困难的地方，因为演的时阵，每当真正看那个电脑。爱看镜头的顶管，所以我们是用余光看对方的表情。其实咧演起来就困难的，很难。尤其是甲伊演，因为演10届，伊10届讲的台词拢无共。我唔知啥物时阵会当讲话，我也无讲话，无只含嘛10届差不多7届无共。电脑有时候也会出一点问题，网络的问题。对面的是停住的，可是那停住更难演的原因是因为你连余光瞄都瞄不到，而且你也听不到台词。他的电脑画面里面的我其实已经停住了，然后连声音都没有。对，然后对，就像这样，然后但是我看他是 OK 的。对，然后可是因为那场戏很长，尤其是马哥的动作很多。然后，所以我就觉得好，没关系，你停住。那我就幻想马哥现在应该做什么，就这样演下去。结果讯号又回来了，又回来。重点是回来以后，马哥讲的话就是我前一句问的那个话，就是现在讲完，对，你现在讲这个，我鸡皮疙瘩就起来。对啊，你是不是有演那个火神那个什么？火什么火，什么神？抱歉，我们看错了。走了，怎么笑你嘛？你要想看后摆咱的囡仔也讲，2020年迄年吼，有一个足大的病毒吼，恁台湾的人吼，大家拢咧隔离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有哦，我来讲，爸爸妈妈已经拍一部戏，都是迄当阵安尼，很开心啦，可以回味，对。到底是演啥？到时加出来了。加出来了，你就知道很有趣。你看这部戏，你会去掉的。